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3月18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9篇第9节到16节，以赛亚书第43章第8节到13节，哥林多后书3章第4节到11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确信。相信就会得救，但是却有人并不是完全的相信，或说相信，但是呢，一旦遇到了如同这个约伯他所遇到的困境的时候，就会像约伯一样，就起了怀疑上帝的心。保罗告诉我们，心里相信，口里承认，就必要得救。但是重点是要有确信。约伯曾经因为苦难而怀疑起了上帝。以色列人曾经因为摩西上了西乃山40天没有消息，就失去了耐性以及信心。他们就让亚伦为他们铸造了一个看得见的金牛偶像。我们必须要确信所看不见的，所信的那个看不见的上帝，他是我们唯一的依靠。如同以赛亚书以及彼得在使徒行传中所说的，只有一个拯救，没有赐下别的拯救。以赛亚书43章第8节到13节经文这样说道，它的标题是以色列是上主的证人。上帝说，把我的子民传到法庭来，他们有眼睛却看不见，他们有耳朵却不能听，把万国万民都传到法庭来。哪一国的神明能够预测将来？哪一个能够预言将要发生的事？叫那些神明带他们的证人来，证明他们没有错误，证实他们的话可靠。以色列人啊，你们是我的证人，我选你们做我的仆人，要使你们认识我，相信我，知道我是唯一的上帝，除了我没有别的上帝，过去没有，将来也不会有，唯有我是上主，唯有我是你们的救主。我向你们宣告将要发生的事，我来帮助你们。没有一国的神明做过这样的事。你们是我的证人，我是上帝，永远是上帝。没有人能够逃脱我的掌握，没有人能够改变我的作为。上帝是永远的上帝，没有人能够改变他的作为，他的应许。就如同从创世以来，上帝保守以色列人一样，他从不改变，因为他是信实的上帝。历史以来，以色列人就是上帝的见证者。以赛亚先知书就如同是一本宗教比较学的书一样，说到哪一国的神明能够预测将来？哪一个能够预言即将要发生的事？他们没有证人，因为他们是不可靠的。在福音书的记载当中，耶稣行神迹，医治人，给人赦罪的恩典，
所以那一些所有的得到医治的人，都是耶稣基督的见证者。也因为这样子，也难怪那些祭司长啊、经学士啊，还有法利赛人呢，他们想尽办法要杀耶稣，当然也要杀他的证人复活的拉撒路，因为他就是耶稣基督权柄的见证人。那是因为他们不愿意相信耶稣是基督的这个权柄，更不用说是确信了。他们甚至还怀疑上帝怎么会安排耶稣呢？保罗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，哥林多后书第3章第4节到11节这样提到，我们这样说是因为我们借着基督对上帝有这样的信心。这不是说我们凭着自己的才干做这工作，我们的才干是从上帝来的，他使我们有才干做新约的仆人。这约不是字面上的法律，而是圣灵的约。字面上的法律带来死亡，但是圣灵赐生命。这法律是用文字刻在石板上的，颁布的时候，上帝的荣耀显现出来。虽然照射在摩西脸上的光渐渐褪色，那光辉还是那么的强烈，以致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它。如果那使人死亡的法律尚且带来荣耀，那么圣灵的功用岂不是更有荣耀吗？如果定罪的功用会带来荣耀，那宣布人无罪的功用就带来更大的荣耀了。其实我们可以这样说，既然现在有了更辉煌的荣耀，从前的光辉就黯然失色了。如果那渐渐褪色的尚有荣耀，那长存的一定有更大的荣耀。看到这样的荣耀，这样的确信，并不是因为保罗他自己有能力啊，或是有才干，而是因为主的权柄、怜悯和恩典。只要有确信，就必得救。就如同约翰福音3章16节到17节的经文所说的，上帝深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确信非常重要，因为圣灵的工作就是使人得救。诗篇119篇第9节到16节，谨守上主的法律，年轻人要怎样过圣洁的生活呢？就是要遵行你的命令。我一心要寻求你，求你使我不背弃你的诫命。我把你的话存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上主啊，我颂赞你，求你把你的法则教导我。我要高声传述你所立的一切法则。我渴慕你的法律，远胜一切财富。我学习你的教导，我深思你的训诲。我以你的法律为荣，我不忘记你的命令。恳求上帝帮助我们坚定我们的信心，在许许多多天灾人祸的当今，在许多疫情的攻击，在许多困难当前的时候，帮助我们坚定的相信，领受你的救恩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
阿门。